咁其實個時間用咗。就唔要攞獎品，所以就交俾你。梗係唔會啦。少少你係贏咗同屋企人玩樂嘅時光，但你輸咗真係嗱咁咧就首先中途咧我係有一下咧就係揼低嘅，又係。做一個測試科，單位咧，而喺28日後咧，如果嗰個結果仍然仲未去執收咧，可能政府會採取第2、3個階段，就用咗微波個掃描去做。咁我覺得成個程序係優化咗嘅，同埋亦都對市民嚟講咧係正面嘅嚇。阿姚偉培啊，即係嗱，喺過往咧，即係如果話嗰個色水嘅測試咧，即係一般嚟講都係睇下有冇即係防漏層嗰度有冇損壞啦。咁同埋就有一啲壓力測試，就睇下嗰啲食水嗰度管咧會唔會有啲地方咧就係即係漏咗啦。即係咁呢兩個方法咧，其實都好簡單，相對地，咁亦都令到上層嘅業主安心話啊，即係如果兩個測試做咗之後，會都覺得係我單位啦。咁我就安心好多啦。但係如果呢兩個測試都唔做，會唔會即係令到上層業主會覺得好似嗰個損成都唔係好高啫，純粹係一個紅外線啊，或者一個微波掃描？咁會唔會因為有時可能都有隔層噶嘛，即係漏水噶嘛？咁會唔會即係呢兩個即係色水測試同埋一個壓力測試都應該即係做咗先呢？依個其實係正反兩面嘅，因為好多時就你要做色水測試啊，又要上翻樓上嘅單位去做，好多時咧就係樓上單位又唔係好願意，即係要做好多物管嘅前線，又要做好多協調，即係個時間會係花咗喺呢一方面。咁所以我諗政府喺成個過程重新檢討咧，係考慮咗呢一方面嘅時間上嘅考慮嘅。咁所以係加快咗用咗一啲直接用紅外線或者微波嘅方式。咁而咧呢兩種技術其實喺市面上啊、坊間就算係私人啊，都係嗰個出嚟嘅數據都係比較可靠嘅。最後姚偉培都想問啊嗱，因為即係滲水問題呢，既滋擾到下層啦，但係亦都涉及到鄰里關係或者係管理公司啊等等咁樣啦。其實長遠嚟講，工程師學會對於處理私人樓宇滲水問題，有冇啲乜嘢嘅其他嘅長遠嘅建議啊？整體嚟講，學會其實對於今次政府呢一個新程序咧，就係支持嘅，因為成個程序係提早推動翻相關嘅業主採取行動啦，同埋亦都用咗啲科技提升翻效率啦，所以成個方向都係正確嘅。如果你話仲有冇空間去改善咧，我哋學會有幾方面建議啦。第一就係對於個公眾教育啦，因為令到業主更加清楚自己嘅維修責任先啦。咁第二就係前線物管嘅同事嘅培訓啦，結合翻呢個技術啊同埋調解啦。咁第三就長遠將成熟嘅科技咧嘅做法咧，應該要制度化，變咗常規嘅工具。好啊，多謝晒你，姚偉培工程師。跟住呢，我哋有位聽眾歐先生喺度喎，歐生你好。歐生你好。有咩睇法咧？我十分之贊成啦，政府呢次更加積極咁去介入啦。因為我自己都係一個受害者，咁就即係剛才講翻嗰個之前嗰個程序咧，真係實在拖好長時間嘅。咁咧亦都要樓上嗰個業主佢肯配合咁如果你話政府即係肯介入嘅作為第三方，咁我諗對於處理呢個滲水問題絕對係好嘅。你上次自己嗰個個案搞咗幾耐啊？個案搞咗好耐啦，即係我諗半年都有啦，起碼。了解。咁所以你對於新呢個嘅做法咧，就係支持嘅。多謝晒你啊，歐先生嘅電話。
式英語1分鐘嘅小叔叔。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iu. 嚟到一開宗教老師係就老師嘅鏡，今日聽眾問一個叫做一個老生常談嘅 grammar 問題，就係咧就 look forward to 後面點解我成日見到有 ing 名型 look forward 有個 to 喺度 to 正常後面因為係一個所謂 bare infinitive 就唔需要加 ing。點解 look forward to 後面咧通常 ing 咧？答案咧其實好簡單，我哋 look forward to 咧呢個 structure 後面咧其實應該要跟一個名詞嘅，譬如 I look forward to 我哋呢個 party 好期待咧，我哋嚟緊呢個 party I look forward to our party。look forward to 後面跟住呢一嚿嘢咧係一個名詞，所以如果我係要有個類似由 verb 組成嘅東西咧，我咧要將佢轉咗做一個名詞我先可以用嘅。So look forward to the party， or 如果我喺 party 要同你見面咧，我就話 meeting you at， 或者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you at the party。再俾多個例子，譬如 look forward to our dinner next week。To our dinner, that is a noun, right? I look forward to our dinner next week. 所以如果我 eat with you 啦，同你吃飯，咁咧 I look forward to eating with you next week。咁咧聽落去咧就會自然啦。所以記住 look forward to 我哋後面跟一個名詞，所以如果我要用動詞嘅話咧，我要加上 ing 先可以用。希望解答到呢個聽眾問題，唔使怕問題太簡單。呢個聽眾佢講咧，唔好意思，好似好簡單，唔緊要嘅。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嗱，跟住潘永祥啊，想同大家講講呢，就係部門首長責任制啊。政府呢，尋日就向立法會提交咗份文件啦，去簡介呢個部門首長責任制咧，到底係點樣做嘅？嗱，喺呢個責任制之下啦，就會係訂立2級常設嘅調查機制。第1級呢，就係講緊啲問題性質較為唔嚴重啦，屬於單一事件啦，同埋牽涉負責具體操作嘅執行人員嘅，就會由部門首長去負責進行第1級嘅調查。咁但係咧，重點咧就係大家所關注咧，就係在於第2級啦。第2級咧係點樣情況之下就啟動咧？就係部門出現呢嚴重問題，或者涉及到廣泛或者係重複性嘅系統問題，或者係有跡象顯示咧問題可能涉及到部門首長嘅角色咧，咁就會啟動第2級。而負責啟動嘅人咧就係行政長官、司長或者係局長嘅。咁邊個去負責調查呢？就係由公務員敘用委員會領導嘅調查小組。小組成員呢就包括咗主席，又或者呢係包括咗主席同埋唔少於1位成員嘅。咁首先呢係啟動嘅行政長官、司長或者係局長呢，就會係呢個制定嗰個調查嘅職權範圍啦。而調查嘅目的呢，就要揾出問題嘅根源，指出部門嘅不足之處，釐清導致或者係加劇部門問題嘅責任誰屬，以及涉及嘅政府僱員嘅缺失。咁做完調查之後啦，咁公務員敘用委員會嘅小組呢，就會向啟動嗰位嘅官員去提交翻相關嘅報告，等佢哋考慮跟進行動。而調查小組呢，亦都可以按需要呢委任獨立嘅專家呢去進行調查㗎。咁經過調查之後，如果政府呢係認為可能涉及到行政不當呢，就會按照公務員紀律機制呢處理。咁如果政府決定要採取紀律處分程序，或者係工作表現管理行動嘅個案報告呢，都係要提交翻俾敘用委員會啦去審視嘅。咁呢個就係整個嘅程序嘅過程。係啊，即係過往咧，即係公務員嘅缺失咧，好多時都係針對於第1級嘅，即係話咧個別員工就即係有好多啲行為不當啦，有啲疏忽啦咁樣。咁呢個就不嬲都有嘅，即係好多時啲首長啊或者一啲佢嘅上司咧都話做一啲調查，咁又作出一啲甚至可能懲處咁樣。咁但係今次咧就牽涉到第2級咧，就似乎咧就牽涉部門首長，即係過往咧好多時我哋好多人都有詬病，就
員工有啲疏忽，可能佢做錯嘢，咁又要首長去負責，咁好似唔好公道啦。咁但係而家似乎咧，佢哋都提及到一個系統性問題，咁即係變咗咧，即係系統性問題，如果會唔會因為你嗰個有啲指引少咗啊咁樣令到咧，咁所以變咗而家似乎大家都對於第二級咧，即係有個關注喺度。根據公務員事務局發言人所講啦，就係受查嘅對象咧會包括超過60個嘅部門首長嘅。咁當中咧就除咗係教育局同埋房屋局嘅常秘，因為佢哋兼任咗部門首長啦。咁而呢兩個局以外嘅其他嘅常秘咧，同埋警隊咧，都係唔喺呢個規例嘅範圍嘅。而為咗咧進行呢個部門首長責任制咧，政府咧係會係做呢個嘅公務員敘用委員會調查規例嘅。電話旁邊請嚟咧就係立法會議員，亦都曾經擔任土木工程處嘅處長嘅卜國明，同我哋傾下。卜國明你好。卜國明你好。係你話葉明啫嘛？你好。嗱，首先咧就係講到呢個部門首長責任制咧，大家就會關注咧，特別關注第2級啊。咁當中咧就會關注到咧點樣先至係啟動第2級，就係嗰個定義問題。佢就話嚴重問題啦，或者涉及廣泛咧，或者重複性嘅違例問題。其實要定義呢3樣嘢咧難唔難咧？需唔需要再寫得明確啲？乜嘢先至叫做嚴重問題，或者乜嘢先至叫做廣泛或重複性嘅問題？有冇一個客觀標準咧？嗱，其實咧，首先咧，我自己睇翻份文件咧，本身就其實基本上大部分嗰啲1級啊，或者係上面要對於高級公務員、男公務員嘅要求咧，嗰啲其實都唔係一啲新事物嚟嘅，即係只不過係即係喺晒即係其他嘅，譬如話43即係公務員守則啊，嗰啲全部都已經有晒。不過今次咧就集中晒喺度，擠埋晒一齊，更加清晰同埋制度化咁樣去講出嚟。咁其實咧，部門首長咧本身一直以嚟咧都係有呢啲要求嘅，都係有呢啲咁樣嘅對佢哋嘅高級嘅要求係。咁咧就今次咧就係加咗咧，最主要就係嗰個第2級。第2級就頭先話點樣為之起動啊嘛。咁佢講明咧就係話要係即係嚴重啊，又要係廣泛啊、重複性啊，咁啊甚至乎係講到就係話可能係個部門首長本身係可能係有即係都係有嗰個角色問題嗰啲嘅。咁即係凡親呢啲咧，我自己睇咧就係本身就着呢幾粒字眼咧，我諗大部分人用一個即係叫做常理咧，就都好容易係去即係判斷到底係咩為之叫嚴重、廣泛、重複性。因為香港咧，我哋本身有一個好透明嘅傳媒啊，社會嘅監察機制，即係當呢啲情況出現嘅時候，社會市民根本係會有個要求。咁所以咧，就你話我要寫到佢係1、2、3、4先至係或者叫嚴重，5、6、7、8就唔嚴重，即係反而咧就係即係缺乏咗嗰個叫做即係一個大家容易去認為係啱定錯。因為本身嚟講咧，我哋即係製造一個新的制度出嚟嘅時候咧，就其實就唔係太適合咧，就話矯枉過正，唔係太適合咧，係去令到咧係嗰個制度咧就好僵硬，變咗咧你令到嗰啲高級公務員或者首長嗰啲公務員咧，佢哋係哇你寫到咁樣，我變得保守，我就唔去做咁多 decision 咧，反而仲唔好。係，咁所以卜國明卜國明，所以好快地想問啦，你頭先都話啦，即係社會市民咧係有要求嘅，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公眾嘅輿論或者公眾嘅觀感，需唔需要加入去嗰個啟動調查嘅即係定義入邊咧？嗱，我相信咧就你話係咪一定要係寫咗入去，係話一定要考慮咧？咁我相信即係當政府判斷即係話要啟動與否嘅時候咧，公眾嘅睇法咧，我相信都會係一個即係考慮點嚟嘅。即係今時今日，即係政府做即係佢呢啲即係行動啊，即係呢啲咧，佢往往都係要係回應市民嗰個即係一個睇法訴求㗎嘛。咁所以你話佢會唔考慮呢？呢個我係唔相信會發生嘅嚇。另外卜國明即係而家咧就話咧，即係警務處同埋除咗教育局或者房屋局以外嘅常秘就唔包括在內啦。咁呢個教育局同埋房屋局都明白啦，因為局處係合併㗎嘛。咁但係警務處咧就話佢有個獨立監警方嘅監警會咁樣處理投訴。
咁但係都知啦，因為處理投訴都係其實等於我哋第一級嗰啲，即係個別嘅務人員啊，或者前線員工啊，佢有冇做錯咁樣。但係而家我哋講緊係係講緊個系統性，或者係嗰個管理層，有冇一啲系統性疏忽或者指引唔足夠啊？咁嗰啲又唔係監警會，警監會裏邊監警會裏邊會做嘅喎。咁呢個點解又唔包埋落去警務處處長或者嗰個方面包括埋第一級個裏邊嘅調查咧？應該係話包括埋第二級嘅調查，特別就係頭先潘永祥提到啦，即係除咗係房屋署同埋教育局、房屋局同埋教育局嘅常備之外啦，其他嘅常備咧都唔包含喺國規例嘅範圍。但係亦都留意到咧，有一啲嘅評論咧都指出咧，其實有陣時雖然可能係一個行政上面有問題，但係可能亦都牽涉到咧政策嘅制定嘅。咁所以如果唔包埋嗰啲嘅常備落去咧，可能亦都會令到負責執行嘅部門咧，未必會係服氣。你自己點睇呢啲嘅評論咧？嗱，即係當然，呢個問題梗係應該問翻政府啦。咁但係即係我自己睇咧，就係話今次嗰個點樣產生呢件事，同埋今次做呢個咁嘅改動咧，係最主要係針對一個叫管理問題。咁即係如果嗰啲部門佢係管理得唔好，個部門首長要負責。咁而即係我哋話要睇下點解常備又唔擺埋入去啊嗰啲咁樣。常備咧，佢最主要嗰個責任咧就係協助局長，協助局長去制定啲政策啊，或者係推行啲政策。咁而佢哋即係常備咧，一般嚟講咧，佢哋應該嗰個評核咧都係已經係特首啊、司長啊、局長啊，甚至乎係即係社會一下都係即係大家及到實晒嘅。咁所以佢哋嗰個嗰個表現咧，佢哋係必然係要向公眾負責。咁所以即係已經係平時咧都已經有一個好嚴謹嘅考核評核嘅。咁所以今次嗰個我哋係特別係針對就話部門本身嘅管理嘅一啲問題去即係希望啲部門首長佢係更加清楚知道佢部門嘅運作。咁所以變咗同常備咧，即係佢哋嗰個即係嗰個叫做咩嗰個 level，即係好似係唔係好同。咁所以變咗今次就好似唔係太適合將常備包入去嘅。至於潘永祥問題嘅第一部分就係警隊都唔包括在內，你點睇啊？嗱，因為警隊咧本身嚟講係真係好似文件話齋，或者係啲報道都話齋，佢有一個本身個獨立嘅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嘅機制去處理噶嘛。咁所以變咗呢一方面又即係已經有一個係獨立嘅即係調查。咁如果包埋警隊入去，係咪會有啲架床疊屋嘅感覺咧？因為從來我哋就希望就係話即係做一啲咁嘅新嘅嘢咧，都係好針對性，即係真正嗰啲問題咧，我哋去解決佢就會好啲咯。即係而唔係話我做一樣嘅東西出嚟咧，就全部嘢我都要 cover 晒。因為我哋做一個措施出嚟咧，唔係話要解決晒所有嘅問題㗎嘛，針對性係最緊要，即係避免矯枉過正。好多謝晒你，不過有機會再傾過，跟住有6點前交通消息。交通消息直擊報導。有阿 N 提翻你啦，黃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香港仔運動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經過請小心。而亞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窩打老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駕駛人士經過請小心。咁另外喺和宜合道來回方向，近住北葵涌賽馬會游泳池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現時去葵芳方向車多，龍尾去到梨樹路。咁另外較早前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杯渡路快線壞車已經清咗場，龍尾去到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嘅車龍去到龍日村。咁仲有都係同樣係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豪景花園有交通意外，現時快線受阻，一帶車多，駕駛人士經過請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主持傍晚新聞天地。
首先係新聞提要。夏寶龍喺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典禮暨主題講座發表主旨致辭，表示只有守住安全底線，先至能夠贏得發展，贏得未來。李家超表示會帶領特區防範、制止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同活動。周濟就表示繼續堅定支持特區履行好維護國家安全嘅憲制責任。習近平喺北京會見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強調中俄要以更加密切有力嘅戰略協作，堅定捍衛兩國正當利益。拉夫羅夫預告俄羅斯總統普京將於今年內訪問中國。詳細新聞內容。今日係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特區國安委喺會展舉辦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典禮暨主題講座。中央港澳辦主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以視頻方式發表主旨致辭，表示只有守住安全底線，先至能夠贏得發展，贏得未來。佢認為安全唔係一勞永逸，要時刻警惕各種風險隱患，批評別有用心嘅人將大埔火災政治化，妄圖以災亂港。夏寶龍又話，特區政府將會制定首個5年規劃，好有意義，希望工商界同企業家以實際行動詮釋愛國愛港。仇志榮報導。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以視頻方式出席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典禮暨主題講座，就學習貫徹國家主席習近平重要講話精神，統籌發展和安全，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香港由治及興，開創15年時期一國兩制事業新局面，談4點意見。佢話：有咗香港國安法、特區國安委、駐港國安公署等新安全格局4輪8處嘅保障，反中亂港頭目被依法嚴懲，反中亂港組織鳥獸散，香港營商環境越嚟越好，要倍加珍惜來之不易嘅良好局面。有安全才有發展，沒有安全一切都不成。只有安全贏得未來。香港今天的局面不為人知，希望大家不斷堅持維護安全的意識，持續築牢維護國家安全的保障，共同把香港良好局面維護、穩固、發展。夏寶龍指出，要清醒認識到安全唔係一勞永逸，形容安全係動態發展過程，一時嘅安全唔等於永遠嘅安全，現在嘅安全唔等於今後嘅安全，大到火災後有人妄圖以災亂港就係一個例子。大火在發生後，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把災情正常化，災狀再次暴露，香港同志急行的道路上還會有各種風險挑戰，我們要強化底線思維，時刻提高警惕。反中亂港分子還在處心積慮地伺機反撲，我們絕不允許他們把已經恢復安寧的香港再搞亂。夏寶龍認為，國家15五規劃為香港提供重大機遇，打開咗發展新空間。本港首份5年規劃要突出北部都會區呢個重點。特區政府主動對接國家15五規劃，將制定首個5年規劃很有意義。規劃應具有科學性、前瞻性，突出北部都會區的重點，以教育、科技為引擎，推動產學研協同和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注重項目制，積極培育發展新品牌、新動力，要着力提升傳統優勢。佢希望工商界同企業家積極做好香港5年規劃嘅支持者、實踐者，喺大力投資創新科技、推動北都建設等方面走在前面，以實際行動詮釋愛國愛港。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道。喺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典禮暨主題講座，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會主動對接國家15五規劃，今年內完成制定香港首個5年規劃。又話會帶領特區依法有效防範、制止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同活動，堅決落實6項重任。中聯辦主任周濟表示，將會認真貫徹落實中央要求，繼續堅定支持特區履行好維護國家安全嘅憲制責任，
築牢總體國家安全觀，又強調維護國家安全冇局外人。陳樂軒報導。行政長官李家超喺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典禮暨主題講座致辭，佢先感謝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嘅視像致辭，全面展明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同推動經濟發展嘅必然邏輯，揭示香港特區前進嘅道路方向。李家超話：香港會主動對接15+5規劃，為香港制定首個5年規劃，會喺今年之內完成制定工作。又指出，社會仍然經常出現軟對抗，例如去年底嘅大埔宏福苑火災，有人妄圖以災亂港，因此必須時刻持續同長期警惕。李家超話會帶領特區依法有效防範制止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同活動，堅決落實6項重任，包括堅持中央嘅根本責任同特區嘅憲制責任相統一，堅持將特區管治權牢牢掌握喺愛國者手中，堅持法治、保障人權，堅持統籌發展同安全，堅持喺開放中維護安全。另外，亦都要完善公共安全治理體系。大埔宏福苑火災的聆訊仍在進行，執法部門已就大廈維修有關的違法分子採取行動，特區政府預正檢視內部機制，並已推展初步改革建議。我們會在獨立委員會提交報告和建議後，全面跟進每項建議，進行系統性改革，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效能，管控風險源頭，標本兼治。中聯辦主任周濟喺致辭嘅時候就表示，將認真貫徹落實中央嘅要求，繼續堅定支持特區履行好維護國家安全嘅憲制責任。佢話近年嚟，特區紮實推進國家安全教育，社會各界嘅國家安全意識持續增強。維護國家安全沒有局外人，每個香港市民既是國家安全的受益者，也是當好國家安全的守護者。相信特區一定能創新方式開展國家安全教育，讓維護國安、人人有責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周濟又話，特區政府正着手制定香港首個5年規劃，相信一定能夠更好統籌發展同安全。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全面融入並服務好國家發展大局，係特區政府同全體香港市民謀發展、護安全嘅頭等大事。希望社會各界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制定同落實好香港首份5年規劃。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表示，必須提高市民嘅國安意識同警覺，又呼籲所有真正關心香港嘅人士認真研讀一國兩制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白皮書。鄧永林報導。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喺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主題講座之中致辭，表示香港當前面對複雜多變嘅國際形勢，亦都擁有15+5規劃提供嘅龐大發展機遇。通過制定並落實好香港第一份5年規劃，全面融入並服務好國家發展大局，係特區政府同全體香港市民謀發展護安全嘅頭等大事。無論是經濟社會發展，還是社會安全的穩定，每一位市民都是受益者，當然都應該自覺成為一個守護者，主動成為促進者。我希望社會各界能夠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制定和落實好香港第一份的5年的規劃。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出席以一國兩制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白皮書為主題嘅國安法律論壇時表示，必須提高市民大眾嘅國安意識同埋警覺，又呼籲所有真正關心香港嘅人認真研讀白皮書。We must also provide people with a proper and 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that Hong Kong follows in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This is to ensure that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s of Hong Kong will be assessed objectively and rationally, and that they will be accepted and followed voluntarily and willingly out of a genuine belief and conviction that they are essential and beneficial to our well-being, but not something that one may feel apprehensive about.
林定國又表示，白皮書定明香港塑造嘅係開放型安全，強調喺開放環境中維護國家安全，包括香港將繼續從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聘用法官同埋其他司法人員，嚟自唔同國家同地區投資者嘅合法權益將繼續得到平等保護等。香港電台記者鄧詠琳報導。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下晝啟程前往北京，就對接國家15五規劃拜訪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聽日下晝返港。陳國基離港期間，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將會處理佢嘅職務。陳茂波離港期間，職務由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處理。謝小華我哋請嚟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分析相關講話內容。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第2輪聽證會繼續舉行。委員會主席陸啟康表示，留意到有聲音要求委員會建議當局成立法定調查委員會，傳召不願作供嘅人士到聽證會。委員會稍後會交代處理方法。會上提到，當日有求助個案等咗15分鐘先至有消防人員接聽。消防處表示，當日已經用盡通訊中心所有人手。又解釋冇要求廣東省消防增援，係考慮到雙方嘅技術同工具不相容等問題。盧志清報導。獨立委員會繼續召開聽證會，委員會主席陸啟康話：留意到有報章報導，因應有部分人士唔願意到聽證會作供，有意見要求委員會向行政長官建議，將獨立委員會改為法定調查委員會。佢話唔同方法都有利有弊，委員會稍後會交代同解釋處理方法。佢重申唔會怕調查任何一個人，亦唔會因而停止調查方向。委員會今日傳召喺火災當日有份管理消防通訊中心嘅消防處副消防總長黃思律作供，提及當日消防收到嘅大部分求助個案都係由警方999報案中心轉駁，有個案等咗15分鐘，消防先至接聽。黃思律話：當日平均每個求助電話等候時間係58秒，強調當日已經用盡通訊中心所有人手。會上播放其中一段求助電話錄音，一名黃昌角住戶話屋企有煙，匿埋咗喺廁所。接線嘅警員問佢需唔需要轉駁到消防，佢冇正面回答。警員隨後表示有需要可以再打嚟，跟住收線。求助者最終離難。黃思律承認情況唔理想，有關求助電話需唔需要接駁至到消防，唔應該交由求助者決定。又同意不論人手、硬件同技術上都一定要改善。對於有意見關注點解當日冇要求本區省消防支援，黃思律話：當日現場有大約980名前線消防人員，人力上係足夠有餘，亦考慮到雙方嘅技術同工具並唔相容，當日未預備好，請求內地支援。會上亦首次傳召警務處人員作供。災難遇害者辨認組主管鄭家俊話：隊員已經檢查過火場幾乎每一寸地方，確保唔會遺漏任何遺體或者遺骸，認為唔可能有證據證明有多過168名死者。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習近平強調，中俄要以更加密切有力嘅戰略協作，堅定捍衛兩國正當利益。另外，拉夫羅夫同習近平會談之後舉行記者會，佢表示俄羅斯總統普京將於今年內訪問中國。張子欣報導。國家主席習近平喺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習近平指出，今年係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係建立30週年，亦都係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25週年。兩國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係保持高水平發展，各領域合作成果豐碩。面對變亂交織嘅國際形勢，中俄關係嘅穩定性同確定性尤為寶貴。
多年来，我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中俄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條約的強大生命力和示範意義更加凸顯。習近平強調，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俄要以更加密切有力嘅戰略協作，堅定捍衛兩國正當利益，維護全球南方國家團結，體現大國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嘅責任擔當。雙方要保持戰略定力，彼此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發展，做好自己嘅事。要充分發揮毗鄰同互補優勢，深化全方位合作，提升各自發展韌性。要加強多邊協作，堅定維護同踐行多邊主義，攜手重振聯合國權威同活力，喺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等框架內密切協調同配合，推動國際秩序朝住更加公正合理嘅方向發展。新華社引述拉夫羅夫表示，面對嚴峻複雜嘅國際形勢，俄方願同中方一道，切實落實兩國元首嘅重要共識，保持高層交往，加強務實合作，促進人民交流，維護國際公平正義，推動俄中關係取得更大發展，為世界和平穩定作出更大貢獻。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話：中東地緣政治複雜，投資推廣署同相關部門會加強協作，引入更多中東資金來港。另外，香港電台新媒體綱領預算開支2026至27年度較上一年度增加。廣播處長關婉儀話：主要嚟自內部資源調撥。陳曉君報導。喺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選委界議員陳忠儀話：特區政府有意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開設經貿辦，關注現時中東局勢緊張，經貿辦會唔會考慮設立專項小組，主動對接中東同東盟家族辦公室，在港設立區域總部。中東資金需一個長期穩定有信譽嘅資金避險嘅地方，經貿辦會唔會設立專項小組呢？主動對接中東同埋東盟嘅頂級主權財富管理基金同家族辦公室，喺香港成立區域總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話：投資推廣署同相關部門會加強協作，引入更多中東資金來港。咁其實投資推廣署同埋一個外經貿辦呢，一直咧都係有呢一方面嘅工作咧，吸引一啲家族辦公室啊、中東嘅資金嚟到香港落戶嘅。我哋係會更加加強咧呢一方面嘅協作。咁希望就係喺中東嘅外經貿辦啦，同埋呢一個投資推廣署咧，喺一方面咧可以引入更多中東嘅資金嚟到香港。新界東南嘅方國山問到香港電台綱領3嘅新媒體預算開支，2026至到